立法會選舉下個星期日舉行，選管會提醒選民可以投2票，要留意唔同選票嘅顏色同埋摺法。選管會主席馮驊到美孚模擬票站示範點樣喺地區直選同功能組別投票。佢先攞2張選票，再到投票間吸印，跟住將選票放入去票箱。地區直選嘅選票背面有藍色嘅圖案，選民吸印後沿虛線打直對摺，放入去藍色嘅票箱。俗稱超級區議會嘅區議會第2功能組別選票背面有白底黑色圖案，選民要打橫咁樣對摺，放入去白色嘅票箱。萬一選票摺錯仍然有效，唔會當作廢票。馮驊又澄清一啲選民對1人2票嘅誤解。有啲人就話係1人2票，係咪話我張選票上邊可以剔2個剔呢？呢個就唔係嘅。1人2票呢，即係話一個人呢會獲發2張選票，一張呢就係地方選區嘅選票，一張呢就係區議會第2功能界別嘅選票，每樣都只可以吸1個剔。佢話好難估計廢票會唔會增加，又話暫時收到嘅投訴主要涉及選舉廣告同滋擾，未收到可疑嘅中票個案。除咗美孚，選舉事務處未來2日亦都會陸續開放銅鑼灣禮頓山、屯門同埋大埔嘅模擬票站，俾市民了解投票程序。今年唔同顏色嘅票箱都有3個，為免選民混淆，選舉事務處就特別增派咗票站嘅人手協助選民投票。今屆選舉中央點票站設喺機場亞洲博覽館，選管會預計投票第2日嘅中午會有全部結果。無線電視記者趙婉婷報道。